台湾县长赵庆玲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进前有出席海峡论坛，争取开放往来设客。中国国台办今仔日就宣布恢复往来设客进口，不过敢若限定这台东有认证的厂商。刘委会表示，讲这款的行为是伫咧歧视别个县市的农民，也批评中国利用经济伫咧分化甲统战。 大家都知道，凤梨世家是台东县非常重要的农作物。台东县长赵庆玲甲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进前参加海峡论坛，争取往来设客开放卡的事。国台办20就宣布恢复往来设客进口，按过有条件开放。爱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加果行才输入。180年9月20，中国用孤神为理由，单方面降品进口，按过即马宣布解禁，台东农民是欢喜也烦恼。 这个沟通的过程，其实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国民党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一直持续不断的努力。我们在做一个品质管理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去了解到底，我们当初在不能禁止暂时停止输入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什么原因，到底是哪一些状况？所以我们一直针对这个问题在解决问题。他现在又释出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善意啊！如果真的又停了，那是不是又之前所经营的？ 所种的世家又没有地方可以销了。按国开放之韩国民党执政的台东县农委会表示，往来设客产业全投1009个公果园，加50个包装厂。目前只有25个公果园、3间包装厂、14个农民得到许可。农委会指出，中国公告名单只限台东，对其他县市农民是歧视对待。中国利用经济利益对待进行分化甲统战，闹过政治操作手法，会互两方民众愈行愈远。学者分析，中国故意造就互南洋执政县市对台实施统战。这些注册登记的果农果农本身，它大概只占我们台湾的凤梨世家的总产量的3%而已。要求你必须要登记注册为中国的台湾省这样子的一个要求，向国际的社会宣示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的一个政治统战。 中国最近释出真侪项惠台政策，进行制定支持福建建设两华融合发展示范区，被看作是统战手段之一。另外，海峡论坛也佫将目标放伫福建加金马的新速通议题，也就是通水、通电、通气、通桥。 名记是造福金马，按过学者认为，即马选举接近，中国一定有更较侪统战做法，政府甲人民拢应该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